講起鄧兆尊個老父親新馬師曾有幾誇張，唔講你唔知。當年灣仔成條街嘅物業，佢一買就係幾棟連住買，永祥大廈就係用佢個名嚟改。仲有澳門賭場股份，當年連賭王何鴻燊起家，想搞賭業，背後都要靠新馬呢類粵劇界大佬嘅人脈同資金做後盾。慈善靈王嘅身家，講到唔少老香港都肅然起敬。相反，李永漢個老父親李家鼎做咗一世 TVB 綠葉，搞嚟搞去都係幾百萬，定期同一層九龍塘組屋。個仔仲喺電話中爆粗講，屋契喺我手，威脅老父親，同樣係靠父。鄧兆尊一句1個億我都未見過，係幽默自嘲。李永漢就係連1個億嘅邊都未摸到，就已經諗住點樣榨乾老父親嘅退休金。香港呢個彈丸之地，總有啲故事比電視劇仲精彩。最近娛樂圈最熱嘅一單家變大戲，就係鼎爺李家鼎同大仔李永漢嗰場人肉 ATM 爭產風暴。事件愈鬧愈大，連向來神隱嘅圈中隱形富豪鄧兆尊都忍唔住，喺 YouTube 節目娛樂好好玩開口點名，叫李永漢找工作做好榜樣。最諷刺嘅地方就喺度講呢句説話嘅鄧兆尊，父親遺產足以俾佢3世都唔使做，而被鬧嗰個李永漢老父親李家鼎70幾歲，仲日日開工咗嘢俾觀眾睇，先後被個仔榨乾7位數身家。同樣係靠父起步嘅星二代，一個被人讚到上天，一個被傳成星途。呢條人生分水嶺嘅秘密，等我哋逐層撕開嚟睇。故事要由2026年5月11日晚上講起。嗰日，吳家樂同鄧兆尊嘅 YouTube 頻道娛樂好好玩播出咗一集後來全網爆紅嘅內容。兩位圈中人開頭仲好客氣，齊聲表示始終係人哋家事，唔方便評論太多。但係吳家樂跟住就以鼎爺好友嘅身份，率先轉述咗鼎爺嘅近況。吳家樂講：李永豪講咗一段説話俾我聽，我就同大家交代翻。近排鼎爺嘅情況好翻好多，佢開始肯食翻啲嘢。佢中意食嘅嘢就係鴨腿湯飯、燒味飯。但係鼎爺百厭唔肯食菜，所以豪仔太太煮啲菜要佢食，仲煲翻啲湯俾佢飲。呢一刻鼎爺係有翻胃口，同埋肥翻啲，塊面都有翻啲肉。聽到呢度，觀眾仲以為呢一集只係溫情報導，點知講完鼎爺近況之後，鄧兆尊就投放咗一枚核彈。佢罕有咁公開將矛頭對準李永漢，語重心長講出2段話。第一段，鄧兆尊嘅原話精神係：大仔應該找工作養家，做好榜樣。第二段嘅原話更加經典：讀書少唔一定係做唔到嘢，俾心機嘅話，一樣可以做到嘢，養到頭家。尤其仲有幾個小朋友，更加要做個好榜樣。簡簡單單一句，直接拆穿咗李永漢45歲冇學歷、找唔到工嘅藉口。吳家樂跟手即時補刀，幾多歲都可以唔做嘢，只係睇你願唔願意行出第一步。唔好講層樓，如果你肯良心發現，正正經經找翻份工作做。兩位圈中人罕有公開向李永漢喊話，言辭毫不留情。鄧兆尊仲透露，我同思明熟啲，知道佢一向偏疼長子，鼎爺則較錫細仔。佢仲對家庭通話竟然有咁多錄音感到奇怪，講咗句意味深長嘅話：點解一家人嘅通話會有咁多錄音？呢條問題其實已經暗示咗後尾揭曉嘅大嫂 Connie 設局內幕，我哋遲啲再講。由鄧兆尊嚟講，呢一番説話特別有重量，因為佢自己本身就係香港最出名嘅二世祖之一，要明白佢嘅震懾力。等我哋先睇清楚佢嘅家底有幾誇張。鄧兆尊1967年2月5日出世，籍貫廣東順德。佢嘅老父親係粵劇界鼎鼎大名嘅慈善靈王新馬師曾，原名鄧永祥。新馬師曾係上世紀粵劇界傳奇，唱腔自成一派，因生前不停做慈善 show 而獲慈善靈王嘅美譽。而鄧兆尊就因為老父親個花名，被圈中人人稱為慈善羚羊。
順帶澄清一個常見誤解，鄧兆尊嘅父親並唔係鄧鏡波，鄧鏡波係另一位香港著名嘅天主教平信徒同慈善家，同鄧家冇關係，只係因為同姓鄧而經常被人混淆。鄧兆尊嘅母親係新馬師曾，第4任太太洪金梅，外號長嫂。佢哋自1965年起同居，1992年至正式擺酒。佢哋有4個仔女，長子鄧兆尊、細妹鄧翠玉、細佬鄧兆榮、慈妹鄧碧玉。其中細佬鄧兆榮就係鄧家嘅財神爺，負責管理父親留下嘅巨額遺產。至於家族資產有幾誇張，等我數一數。新馬師曾留低嘅資產主要包括灣仔嘅永祥大廈。2003年，鄧兆尊以9540萬港元賣俾東華三院。筲箕灣嘅楚留香酒樓物業，2017年7月由兄妹聯手出售，仲有西貢地皮、澳門賭場股份以及大量現金同物業。最有趣嘅地方係鄧兆尊喺梁思浩網台節目親口爆料，年輕時根本唔知屋企有錢，連讀書時都要打暑期工幫補生活費。直到有一日，老父親隨口提一句想賣咗賭場股份，佢先恍然大悟。佢親口憶述，原來係賭場股份，我先發覺原來都幾有錢。外界傳鄧兆尊繼承咗15億遺產，加上躺平收息27年，滾存至17億，被內地網紅封為最成功富二代、現代韋小寶。更有報導指，佢每日醒嚟有4萬蚊利息進帳。但鄧兆尊本人就一再澄清，仲幽默咁反駁，成日話我有17億，邊個找得出嚟？我同佢平分1億我都未見過，我只係有2個億，就係失憶與回憶。連阿叻陳百祥都忍唔住喘佢一句，因為老父親叻先有咁多。不過按照 HK1 嘅推算，如果真係有15億，放銀行收息27年，複利大約滾到8.27億。加埋本金合共23億左右，所以17億呢個數字其實仲算保守。咁有錢仲要返工，呢個就係鄧兆尊最神奇嘅地方。佢有一句口頭禪講過唔止一次，我唔係2世祖，我係打工仔。雖然佢唔需要為1日3餐操心，但佢由細到大都唔停手。早年喺《歡樂今宵》、《皆大歡喜》等綜藝劇集擔任固定演員，又拍過周星馳國產007。當年喺皆大歡喜時期，月入閒閒地4-5萬，之後打理父親留低嘅酒樓業務。2017至2018年起，同朋友夾份開茶餐廳。近年仲同好友吳家樂主持 YouTube 節目《娛樂好好玩》。最感動嘅故事係佢喺加拿大讀書嗰段日子，鄧兆尊初時要記住親戚屋企，升大學後搬出嚟自己住。佢同屋企人講開銷大，屋企人唔信，於是佢用每月寄嚟嘅錢租咗一間房，仲做送餐，買咗架2手車。後來長嫂去加拿大探佢，一見到佢輛2手車就嚇親，講咗句經典評語：呢架咩嚟？揸下揸下會突然有嚿嘢跌出嚟。入到屋，發現間房連家私都冇，淨係一張床褥同一個雪櫃。長嫂即場喊，問佢住咗幾耐。鄧兆尊答：咪一開始到而家。結果長嫂喊完之後，鄧兆尊就有咗一間5000尺大屋。呢個就係鄧家嘅家風。新馬師曾生前留低過一句經典名言：做2世祖保平安。聽落好似好消極，但其實係一種睇透人生之後嘅智慧。新馬師曾見盡娛樂圈浮沉，知道太多人為名為利，最後搞到家破人亡，所以佢對個仔要求唔高，唔一定要大富大貴，但至少唔好敗家，唔好犯法，唔好連累屋企。而最神奇係今日翻頭睇，鄧兆尊某程度真係做到。講完鄧兆尊，我哋翻過嚟睇李永漢呢個極反差嘅例子。李永漢1980年5月18日出世，係資深藝人李家鼎同前妻施明嘅孿生長子。下面有個雙胞胎弟弟李永豪，兩兄弟同星出身，細個就拍過電影、電視，仲一齊讀喇沙小學、喇沙書院、聖保羅書院，係實實在在嘅名校出身。姨長為藝人鄧子峰，表姨為著名作詞人黃霑，同華娃嘅女兒黃雨詩，背景絕對唔差。
李家鼎憑《阿爺廚房》紅遍大江南北，係 TVB 嘅人氣綠葉，年近80歲仲不停開工。思明則係資深藝人，2022年因家中跌倒做開腦手術，2026年3月21日因肺炎離世，享年74歲。李詠漢2016年1月8日同拍拖2年嘅圈外女友嚴佩玉（英文名 Connie） 喺沙田馬會擺酒。婚禮上，鼎爺仲開心咁致辭：我多謝咁多位夾錢請我個仔娶太太，我都老懷安慰，等咗30幾年，終於有杯茶飲。當時更爆出，原來 Connie 係鼎爺嘅騎馬學生，婚前係半個圈中人，升任江華助手。值得一提嘅係，鼎爺喺婚禮上仲幫個仔孭住承諾：我唔幫個仔講説話，出糧俾啲啲，至少要俾2/3。我講嘅呢句話，而家翻頭睇，諷刺到令人心酸。李詠漢同 Connie 育有3名子女，長子李浩榮、次女 Charlotte、三女 Orani，3個細路 BB 喺度。但係鼎爺公開嘅錄音入面，李詠漢親口話自己高中畢業都冇，45歲出去做銷售員都唔請，以此為由拒絕找工作，繼續叫老父親每月俾5萬蚊養佢一家5口。呢個藉口問題好大。李詠漢由細讀名校，2011年仲代表人民力量參選區議會，2016年又以獨立身份參選九龍西立法會。佢喺受訪時親口話：以前喺大學讀書都係修讀政治學，究竟係高中冇畢業定大學修讀政治學？兩段説法明顯打假。而由思明過身嗰一刻開始，呢場家庭風暴就正式爆發。我哋追翻完整時間線，2026年3月21日，思明因肺炎病逝，享年74歲，家庭矛盾即時引爆。4月份喪禮風波開始，李詠漢被指拖咗10日先通知鼎爺思明嘅死訊，又拒絕細弟婦 Agnes 入靈堂，花圈名牌上唔肯寫 Agnes 個名。鼎爺發火，直接話：我唔會去解穢酒。出殯日，李詠漢喺記者前激動爆料，指喪禮開支全由佢一人承擔，鼎爺同細佬1毫子都冇出過。5月8日，李家鼎正式反擊，鼎爺接受訪問，公開多段 WhatsApp 對話同電話錄音，揭開長子真面目。第一個炸彈，鼎爺每月供養大仔一家5口至少5萬，李詠漢仍然不知足。第二個炸彈，李詠漢對父親嘅200萬定期存款幾時到期都計算得一清二楚，鼎爺被多年榨乾7位數身家。第三個炸彈，屋契威脅，李詠漢爆粗罵父，屋契喺我手，我掟咗去銀行，連基本嘅孝心都冇。第四個炸彈，李詠漢要老父親孭48萬卡數。鼎爺哭求大仔找工作自食其力，李詠漢竟反斥老父親趕絕，佢仲要老父親幫佢找卡數。鼎爺最後正式以8個字形容大新抱 Connie：人無3尺高，肚裏3把刀。仲宣布將所有財產交細仔李詠豪做執行人。呢段錄音一播，全城聲討李詠漢。肥媽喺電台連環開火，薛家燕、伍仲衡、李修賢都接力鬧。伍仲衡甚至創作歌曲諷刺靠父任，話好耐未試過咁有靈感。李修賢更直斥李詠漢係王八蛋，鬧佢唔做嘢靠父幹。當時鼎爺受慢性腸胃炎及血氣不足困擾，加上家庭壓力，體重急跌至120磅，甚至因貧血入院輸血，情況一度危急。而最關鍵嘅一段內幕就係5月9至10日，李詠豪反擊嘅時候揭出嚟㗎。李詠豪接受訪問，公開無剪輯完整版錄音，仲親自解釋錄音點來。原來係鼎爺由 Android 轉用 iPhone 後，部機嗰2個月之後壞咗。Connie 知道之後，主動同老爺講：老爺，我幫你整。跟住佢就攞咗部機走。去到2026年5月，呢部機都未還俾鼎爺。呢個就係整件事最毒嘅地方。李詠漢手上所有鼎爺嘅 WhatsApp 對話、所有電話錄音、所有家庭對話片段，全部都係由 Connie 呢個設局得嚟。李詠豪直接點名話大嫂嚴佩玉 Connie 先至係整件事嘅關鍵設局者。更加致命嘅證據包括思明離世前10日，Connie 被目擊喺名店開心購物。
奶奶離世後，網民發現 Connie 喺二手平台變賣思明生前用嘅醫療床。思明出殯日全程神情輕鬆，面帶微笑，但火化儀式後突然情緒崩潰大哭。飯後再睇，鄧兆尊講嗰兩句話：讀書少唔一定係做唔到嘢，俾心機嘅話一樣可以做到嘢，養到頭家。尤其仲有幾個小朋友，更加要做個好榜樣。呢句話表面係勸告，背後其實係鄧兆尊嘅人生哲學。新馬師曾係粵劇紅伶，但鄧兆尊喺加拿大讀書時都要自己做送餐，屋企有酒樓有物業，但佢開茶餐廳要由低做起，手揸幾億身家，但佢都堅持上 TVB 拍劇，上網台做主持，因為佢一句口頭禪：我唔係二世祖，我係打工仔。新馬師曾留低嘅唔淨係幾億遺產，仲有老父親連醫住都幾乎只穿唐裝嘅節儉身教。老父親生前早已安排妥當嘅遠見同埋不必爭奪嘅家訓，所以鄧兆尊就算成日玩玩下養三頭家，被人傳現代韋小寶，但人哋禮貌孝順有自知之明，全城都當佢係好過好多富二代嘅典範。李家鼎留低嘅係阿爺廚房嘅煙火氣，辛勤勞碌一輩子嘅身教，仲有2016年喺李榮漢婚禮上嗰句等咗30幾年，終於有杯茶飲嘅老懷安慰。可惜呢杯茶最後變咗一杯苦水。80歲鼎爺暴瘦到120磅，入院輸血，被個仔爆粗罵到喊。最諷刺嘅地方就喺度。當鼎爺哭住求個仔找工作嘅時候，李榮漢一邊話自己冇人請，一邊喺電話中咆哮：屋契喺我手。當鄧兆尊喺娛樂好好玩，溫和地講出做個好榜樣嗰一刻，佢自己就係香港人心目中嘅榜樣。呢一場戲教識我哋一件事：錢冇分大細，但人有分高低。富二代嘅起跑線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佢哋知唔知道起跑線只係起點，唔係終點。鄧兆尊由起點跑到終點，李榮漢就連起點都唔肯離開。呢場李家風暴可能仲未完，但鄧兆尊對李榮漢呢場無形嘅對比戰，香港人心入面早已分出勝負。勝者從來都唔係靠老父親有幾多錢，而係靠自己有幾肯企起身。